各位街坊，今日我哋喺珠海吉大啊睇一個銷冠嘅樓盤，係屬於珠海維多利亞港啊！哇，感受下呢個海景幾舒服啊！樓下呢就係九州港口岸，九州港嘅碼頭呢，1個鐘頭就可以返香港噶啦，係咪好方便呢？香港人珠海置業首選噶第一站就係呢邊噶啦，門口就係港珠澳大橋啊！我哋揸車返香港都係1個鐘嘅啫，相當之方便嘅哈。樓下就係情侶路啦，所以呢邊嘅配套相當之 OK 嘅。咁佢擁有我哋吉大啊頭排嘅海景啊，相當之少有噶啦。依家呢啲咁嘅戶型，依家啲咁嘅景觀，依家呢個單位呢係由110平到140平都有嘅。呢個示範單位係140平嘅大4房啊！香港人珠海置業呢首選第一站啦，而且都係香港人呢邊最愛嘅珠海樓盤啦。全部都係精裝修嘅，包埋空調都送晒俾你嘅。主人房3個位置睇海景，係咪好少有呢？樓下又自帶有商業街噶啦，係咪配套齊全，乜都有晒？有興趣嘅街坊下方666啦。